已經辦了12年，透過音樂創作來傳承客家話、河洛話、老年出名話嘅母語文化，了解台灣原創流行音樂獎，下就係到台北市來辦結稅。今年嘅行業組總共寫到了43組嘅選手來參加，包括入到結稅嘅10組創作者，因為佢哋嘅導演曲風也已得到評審嘅肯定咯。包括呢個獎係賴以橋所創作嘅經典嘅詞遊戲拿到了首獎，到現場表演獎係由邱念慶拿到。昨天607風格嘅電線設備路，歌手羅文義嘅唱功下發。係對頭擺講母語為本人發嘅呈現得到靈感，而歌詞都向高體價簡單嘅行語成法對話，共同咁嘅編排，觀眾就想地觀一場動作片。講客家話的人口大量的流失，所以我講家是可以用一條國語，剛才七個國還有天陽的一種元素，哦，所以007也把它放進來，所以我要不要用一條國語把客家的音樂完全，我覺得要顛覆。胡蘿蔔做前辦總台，成年為金曲獎嘅邱念慶打扮做廚師，喺台上見唱歌、見跳舞，玩到客家小菜創作，持續為自己遺留落來嘅生活化風格。不過有經驗嘅 rap 同北京戲一條風格，本人有全新嘅感受。華麗嘅舞台表現，未得到今年嘅現場表演獎。覺得需要多一點人回到母語創作。那我覺得我們可能是一個微小的力量，但是呢，我很開心能夠，好像每一次在做客家歌的時候，就跟我的家距離又更近了一點。對新組新譜來嘅黃繼康，佢經啲音樂界做嘅20年嘅編曲師，也拜阿妹來寫詞，2人共下合作，一拜中意嘅兩獻作品，頭拜天陽表現出頭拜無上天陽氣氛。參加比賽歌曲，流行嘅音樂搭配電影，發揮聲音精神，提彈高音樂。我是覺得就是可以做比較有創意的歌，因為客家的語言有7聲，然後也反而比較好發揮，比較不會局限在國語上面。看起來同輕鬆嘅歌聲，皮蛋順風現台不在不妥。看起來將決定用嘅動作表現出今年頭獎來以求參賽歌曲真正嘅自由係歌曲都紅意見，打出參賽在創作風格都無賣強強，嚟展現出客家音樂嘅多樣風貌。從這個心靈民謠到這個搖滾哈，還有到電音，那還有到非常視覺的啊那種喜劇，像劇場式的表演。那感覺今年表現也非常的好。我們就是希望呢，做得鼓勵呢客家嘅歌手還有創作者，佢哋呢做得有機會去到呢流行音樂界大舞台。主辦單位講，音樂係老族群提搖內涵，請介紹基本大家來認識嘅方式，用模擬創作為主嘅音樂大獎，希望帶出下那多音樂人嘅創意，透過上面嘅旋律、老傳統同現代融合融合。為了文化繼續衝下去，客家新聞從準成做特別報道。